文官軍收河南河北，杜甫。劍外忽傳收薊北，初聞涕淚滿衣裳。卻看妻子愁何在，萬卷詩書喜欲狂。白日放歌須縱酒，青春作伴好還鄉。即從巴峽穿巫峽，便下襄陽向洛陽。詩聖杜甫一向憂時傷國，讀佢嘅詩總係有啲沉重。但係呢一首就係例外喎，全詩喜氣洋溢。點解呢？因為詩嘅主題係書寫詩人聽到歷經7年嘅安史之亂已經平定嘅好消息啦。劍外忽傳收薊北，係講詩人當時身處喺劍門關外，忽然間聽到收復咗薊北，於是激動到涕淚滿衣裳，刻畫出嗰種又驚又喜嘅心情。佢擰翻轉頭睇到妻子同自己一樣冇晒愁容，於是隨手捲起詩書，喜欲狂，即係開心到飛起啦。放歌同縱酒，進一步寫出詩人嘅興奮。青春係指明媚嘅春光，最適合就同妻子結伴還鄉啦。詩人設計好回鄉嘅路線，就係水路穿過長江嘅巴峽同埋巫峽，到咗襄陽轉陸路就可以直到洛陽啦。4個地名寫出咗詩人嘅心，好似已經飛咗返故鄉啦。聽完詩詞共賞，請各位記得俾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，係免費㗎。只要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而家請再聽阿津文朗讀一次啦。文官軍收河南河北，杜甫。劍外忽傳收薊北，初聞涕淚滿衣裳。卻看妻子愁何在，萬卷詩書喜欲狂。白日放歌須縱酒，青春作伴好還鄉。即從巴峽穿巫峽，便下襄陽向洛陽。